1883年4月22號，陸希廖扎斯神碧神父出生於波倫巴熱哥提。1942年9月7日逝世於奧斯威辛。佢出生喺一個俾佢良好教育同埋文化熏陶嘅家庭。佢係一位農業工程師、音樂鑑賞家，同時係一位精通10種語言嘅語言專家。多年嚟，佢嘅生活喺俗世嘅工作同埋修會外嘅使徒工作中度過，直到佢步入中年40歲嘅時候，佢先加入慈幼會並接受神品成為神父。呢個決定向我哋表明聖召不分年齡。我哋透過一幕幕嘅畫面嚟懷緬佢。大學裏邊嘅年輕工程師手中嘅樂譜，隨後係初學沉靜嘅日子、祈禱同埋學習，直到佢以成熟之齡接受鐸職，喺克拉科夫慈幼會神學院擔任總務同埋秘書期間，佢協助保護修院免受佔領嘅風險。佢對團體嘅關懷兼具實際同埋遠見。佢花費大量嘅時間喺書桌上面處理文件、帳目同埋規劃，呢一切都係為咗俾年青人保留一個遮風避雨嘅屋企。佢嘅侍奉安靜，但不過充滿成效。一位精通音樂同埋語言嘅人，成為咗可以同唔同人群溝通，並喺艱難時期揾到解決方案嘅人。1942年7月9號，秘密警察組織闖入學院。喺被集中起嚟嘅人群之中，就包括咗陸希廖扎神父。佢先係被押送到塔爾盧夫，隨後8月19號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。喺抵達集中營幾日之後，因不堪重負嘅勞役同埋虐待，佢喺1942年9月7日與世長辭。呢個係生命編年史中一段短暫而痛苦嘅痕跡。但不過背後係一段漫長嘅選擇同埋奉獻嘅故事。喺被捕嗰一刻，佢嘅平靜令人側目。目擊者表示，佢喺臉上睇唔到一絲驚慌。佢活喺對危險嘅清醒認知中，佢唔尋求衝突，佢都同時唔逃避責任。即使喺監獄同埋集中營裏邊，佢依然勇敢咁樣履行司鐸嘅職責，祈禱並將自己嘅苦難奉獻俾靈魂嘅救贖。呢個就係一個全心接納聖召嘅人。據說對佢主要嘅指控係透過講道嚟欺騙大眾。呢個係一個荒謬嘅罪名，純粹源於對佢晚年決定成為神父嘅不滿。審判文件同埋證言都指出，逮捕嘅動機係出於對信仰嘅仇恨。喺經歷咗數日非人道嘅勞役同埋虐待之後，佢嘅犧牲見證咗當時對堅守聖召者嘅迫害有幾殘酷。對於我哋今日意味住啲咩呢？陸希廖扎神父教導我哋，聖召唔係一次性嘅舉動，而係一條可以喺生命唔同階段開啟嘅道路。佢成熟嘅抉擇同埋日常嘅侍奉表明，活出信仰唔單單只係年青時嘅熱情，更係成熟嘅責任、對團體嘅關懷、喺需要之處服務嘅能力同埋奉獻嘅準備。我哋睇下佢嘅人生，可以將其視為晚年忠於聖召嘅典範。呢一份忠信嘅表現喺實際嘅舉動裏邊，守護修會、管理財務，同埋喺集中營裏邊嘅祈禱同埋服侍。呢個係一種唔渴求張揚，唯有求恆常守候嘅忠信。我哋諗下，有幾多次我哋係因為覺得年紀太大，呢個唔適合我哋，而將決定推遲咗？陸希廖扎神父話俾我哋聽，回應挑戰永遠唔會太遲。佢嘅生命仲提醒我哋，成熟嘅忠信往往需要沉靜嘅態度同埋隨時準備奉獻嘅心。